老公，对不起，我终于狠下心来和你说离婚了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个懦弱的女人，我用尽心力地守着我们的婚姻，为你烧你爱吃的菜，为你买你喜欢的 CD， 为你把一切都弄得很好，给了你我所能给的幸福，而我从未和你提过任何要求，我怕你觉得我烦。可现在我想通了，相恋再久的感情都敌不过几小时的一见钟情。第一次看到你和他的照片是在音乐网站上，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你和他离开的酒店门口，第一次听你提起他是在我们结婚3周年纪念晚会上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孩。我偷看了你写给他的邮件，里面的每一句话真的好甜蜜，好感人。我看着看着就哭了。我骗自己，这是你写给我的，你永远是爱我的，你怎么可能和别人爱得那么深呢？是啊，你没有提离婚，我怎么敢说？我怕说了就真的永远都没有你了。老公，我真的很爱你，很爱这个家，所以你不说我也什么都不问，只是在你睡了以后慢慢的哭。你知道吗？我想谢谢你，谢谢你陪了我那么多年。我知道你很爱他，就像我爱着你那样。你没说过离婚，我已经很庆幸了。至少你还是回家陪我，会吃着我做的饭菜，傻傻的笑。至少你还记得回家给我一个拥抱，记得我的生日。我觉得够了，真的，我爱着你，包容着他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就这样相安无事的永远相处下去，直到你昨晚和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你说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已经结婚6年了，他有个很好的太太，一直以来他都爱着他的太太。可4年前他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，女孩对他很好，给了他太太所没有的激情。于是他们恋爱了，偷偷摸摸却又热烈地爱着。女孩很懂事，和他在一起那么久，从来没有提过结婚之类的事。他依旧爱着太太，可是那已经是属于2个女人的爱了。他不会抛弃他的太太，因为太太对他太好了，好的找不到分手的理由，找不到伤害他的借口。可现在女孩怀孕了，女孩和他提出了结婚，女孩跟了他4年，把女人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了他。他没办法拒绝女孩，可又无法抛弃爱他的妻子。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你问我，你说他该怎么办？我没有说话。我知道这是你和他之间的故事，
这是你最无奈的选择。昨晚你睡觉之后，我在旁边看着你，看着你好看的脸，看着你熟睡的样子。你睡得真甜，我吻了你，在你身上小心地留下了几百个吻。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宝宝，我的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你的胸口，慢慢化开，一滴一滴地落在了我碎掉的心上。宝宝，我走了，我知道我的离开才是最好的结局。我不在你身边，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把家里收拾干净了，饭在电饭煲里，回来以后记得自己热热吃了。这是最后一次给你做饭了，记得不要因为工作常常饿着，对身体不好。还有，你有胃病，别和朋友出去喝酒，少吸点烟。我帮你订了1年的牛奶，他们会直接送到家里的，记得要热过才可以喝。你想买的 CD 我也买了，就放在电脑桌上。还有什么？这个家里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带走，除了你第一次